哥哥，怎么又是你啊？什么叫又是我呀？来坐。哎，你还记得我叫什么吗？你叫……我叫苏雅小。我再说一遍，我叫苏小雅，苏小雅，记住了吧？你怎么找到我的？我可是花了大价钱才问到的。哎呀，段飞哥，你别走嘛！有什么事快说。没事就不能找你了？是啊。我就是想你了。无聊。哎，段飞哥，你不能走，我这次是真有事儿。到底什么事？你快说。我遇上麻烦了，你必须得帮我。你自己想办法，我正在上班呢。我是真遇上麻烦了，你要是不帮我的话，我就不走了。随意。不是，你要帮我，我是真的，你。既然我们都这样了，是不是代表你同意了？你说吧，你想干嘛？我开车。走吧。怎么回事啊？快点把剪刀给我，把剪子给我。走，跟我去办公室。快点，我都已经练了好久了，怎么还是赢不了你？因为你笨啊。我不会放弃的，你给我等着，哼！拜拜。我有急事，我要走了。你怎么又要走啊？我要跟你一起去。那你先把假发摘了。为什么？我要去档案馆。哎，你说昨天晚上他也不知道去哪儿了，带着个口红印就回家，连遮都不遮一下啊！说我们好歹也是夫妻，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吧？我现在想想就一肚子气。男人怎么没一个好东西？你知不知道你剪照片是件很没有道德的事情？我很需要那张照片。你需要它就要捡走它吗？这张照片都20多年了，它是有历史价值的。如果每个人都跟你一样，需要照片就来我们这里捡，那我们资料馆还开不开了？你跟他说，我害怕。你是谁呀？我是他哥哥。你们俩兄弟长得差距也太大了吧？双胞胎。段飞哥，没想到你还有这样一个弟弟呀！这张照片对我来说很重要，我必须要拿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说拿就拿吗？姐，你又是谁啊？我是他老婆，也就是他嫂子。我这个弟弟啊，脑子不太正常。然后照片剪都剪了，也粘不回去了，你就睁一只闭一只眼给我们呗，对吧？爸，你看犯病了。我想回家。妈，我饿。阿姨，你有没有牛奶？哎，行了，你们快走吧。对，
以后可不要这样了。谢阿姨。都几点了？早就该下班了，真是的。谢谢啊。等一下，美女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哥几个最近手头有点紧，想借点钱来花花。我们没钱。没钱？没钱，我们可保证不了你的安全。你们别过来，再过来我报警了。快点，快点，把钱拿出来吧！拿钱，快点，快点！你谁呀？你管得着吗？走，你给我等着！哎，别谢我们啊，应该的。小九，哎，大嫂，以后对我老大好一点啊。林总，我先送你们回家。什么情况？嗯，你指使的？嗯，不说。嗯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说还是不说？走。哎，不是。小妹妹，你已经……段飞这些年都干什么去了？跟着老混蛋去韩国了吧？你现在想了解他的过去了？不是，我刚才跟芷晴在回家的路上，遇到几个混混找麻烦。你没事吧？哦，我没事，爸，你别担心。救我们的人可能跟段飞认识。彤彤啊，我老了，帮不上你什么忙，有什么问题啊，你就问问段飞，我信得过他。他这个人脾气又差，中文又那么烂，每天就知道耍酷。我看他倒是没有什么可信的。难道你忘了，你们俩小时候？给。小心！疼吗？不疼。明明打不过你，这是干嘛？